乡亲啊，咱就来看这韩国瑜甲吴敦义下晡来会面，双方讲啥呢？全程并无公开。韩国瑜是伫会后发表着4点的声明，来看现场的状况。跟吴敦义主席有融洽的会谈，大致上达到4点结论。第一，我表示感谢吴主席提名我到高雄当高雄市国民党的主委，以及提名我竞选高雄市市长。 首先表达了感谢。第二，吴主席跟我以及在座2位国民党的副主席，都深切的认为，国民党在2020总统大选一定要团结，大家集中一切的力量，团结起来，迎接2020总统大选，共同来保护中华民国。第三。 现况的总统大选的民调，我身为高雄市市长，肩膀上有高雄市市民对我的期待，我没有办法参加。第四，如果中央党部以及中常会有其他的方式，需要韩国瑜来做各种安排。 甚至民调等等，予以尊重。这就是我跟吴敦义主席共同所谈的。再陈述一遍，整个会谈的气氛非常的融洽，而且达到这4点共识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好，谢谢。